继续来看这件意外，是台中一个45岁男子，伊要甲车挖库入去车库，伊是人落来，这个正手划hand道路，安尼咧挖库，结果这个车突然间入进前，嘣一声，这个车门去弄到头前货车后斗，车弹转来，伊的头抓去互车门甲压掉咧。这声害咯，这个颔棍甲头壳拢互车门压掉咧，进退无路，到底要无开咯。伊是用最后一个开时啊，敲电话喊救人。好你佳在，这个警消及时赶到位，救着伊一条命。民警一直咧甲按打，因为这查甫人的头互车门甲颔棍夹掉咧。无你卡，无嘛，海员处理，你叫员处理，你安尼有多危险的？查甫人无法度顶动，想要甲车门塞开，车门锁后边的货车挡掉咧。千斤米无？安那安尼，民警和民众想要斗相共，煞惊会甲查甫人伤着，伊用夹甲强要无法度喘气，消防员赶紧甲货车头前的物件搬走。我来。货车对头前驶的车门才拍开，查甫人的头和颔棍才互放灵。他要扶着。查甫人欠伊无命，警方事后才知影，当时挖库要入去车库，人就像安尼，车门开一半，人徛咧，头和一边的骹手伫车外，另外一边伫车内，结果车向对头前触一个，砰一声，车门弄到货车尾，伊的头才会互压掉咧。是林姓民众因为停妥车辆后，因操作不慎，导致车辆滑行所导致。警方强调，赛车时驾驶一定要坐伫驾驶座，手划hand道路，或者是操作拍速机啊。脚嘛要伫车内，正脚踏油门或者是档啊。目睭嘛要看镜，观察环境，千万唔通像安尼，头阁有手拢伸出车外。若是一个无细致，就真有可能会出意外，或者是受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